你係咪都試過身體唔舒服，但又唔知應唔應該去 A&E 呢？走錯地方，分分鐘要等足幾個鐘都未到你，仲越等越焦慮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以下係跟住 NHS 嘅急症分流概念，記住2句就夠。第一句危及生命，突然好嚴重就打999或者去 A&E。第二句唔肯定去邊就先打 NHS 111，佢會幫你做分流。咁邊啲屬於直接999或者 A&E 嘅5大紅旗位呢？1. 胸口嚴重痛或者痛到冒汗，好唔對路。2. 嚴重呼吸困難，喘唔到氣，講唔到一句完整說話。3. 疑似中風，口歪，手腳無力，講嘢唔清。4. 昏迷、抽搐或者大量出血止唔到，嚴重外傷。5. 嚴重過敏反應，條脷或者喉嚨腫，呼吸有喘鳴聲，覺得好暈。出現以上嘅狀況，真係唔好自己估，立即求救啦！如果唔係以上嘅紅旗位，但係你又覺得急，好唔放心， NHS 一般建議你先打111，111會按照你嘅狀況安排你去 Urgent Treatment Centre， 或者同日揾 GP， 或者叫你去社區藥房先處理。本影片淨係做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你喺英國生活，記得收藏呢條片。想了解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有咩問題歡迎留言問我，我會盡量解答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